主后2023年6月26日，每日圣言讲读经，敬畏上主之道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34篇。诗篇34篇标题：大笔的诗，伫阿比米勒面前加疯癫，受赶出去的时所做的事。我要不时称赞上主，我的嘴要常常学乐伊。我的心神要夸口上主，愿困苦的人听见嘛会欢喜。着甲我称赞上主做大，做伙尊崇伊的名。我求求上主佑应我，救我脱离一切的惊吓。仰望伊的人面有光彩，心快乐，伊永远袂致到见笑失望。善车人求叫上主有听见，救伊脱离一切的艰难。上主的使者伫敬畏伊的人下四围扎营，救因出困境。试看就知上主真好，用伊做避难所的人有福气。上主圣的子民啊，着敬畏伊，因为敬畏伊的人拢无欠缺。少壮的师嘛会欠缺会枵，毋过祈求上主的人，什么好物都无欠。细囝，着来听，我要教示恁敬畏上主。恁中间啥人伊爱性命，爱长岁寿，通享福，着禁家己的舌无讲歹话，禁喙唇无讲诡诈，着拒绝歹做好事，热心追求和平。上主的目睭看顾义人，伊的耳孔听因的祈祷。上主对做歹的人变面，对世间撤销因的名。上主听义人的求救，救因脱离一切的艰难。上主亲近心灵破碎的人，拯救心痛悔的人。义人有真济苦难，毋过上主救因拢脱离。上主保全因拢总的骨，一支都无拍折。罪恶会害死歹人，怨恨义人的会受定罪。上主救赎伊的奴仆，倚靠伊的人连一个都袂受定罪。敬畏上主之道。伫现代社会，无论市面、书籍，还是网络 YouTube 频道，总是有人介绍快速完成学习的方法，包括安怎煮食做料理、投资理财、整理清气、学习外语等等。只要学会晓简单的几个步骤，还是几种标准作业流程，就会当快速达到成果。学习时间缩短，而且成果加倍。真侪人对这非常痴迷，总是毋望家己生命的短缺会当因为安尼真紧得到满足。若安尼，伫信仰上，敢有啥物较快速的方式，还是标准流程，通伫短短时间内就互人敬虔度加倍，互家己会当更较敬畏上主，真做一个敬虔的人咧？大笔伫战场杀死非利士人歌利亚，快速建立战功。当军队凯旋倒来，以色列妇人欢喜快乐，唱歌欢呼。扫罗杀死千千，大笔杀死万万。这喊话的声传入扫罗王的耳仔，听起来真毋是好滋味。所以，扫罗王即度大笔
对伊心生不满，想要攻击甚至杀死伊。大卫就安尼开始四界逃亡，闪避扫罗，发展出独特的生存之道。伊伫非利士人加得王亚吉的面前假笑垫青，互赶出去，呼出去。伫过去战胜的公营经验，对比现今落魄的性命光景，互大卫内心有深刻感触，所以写落即首诗，也记录家己的信仰反省。面对困境，大卫无放弃对上主的信心，伊也是时常感谢俄罗上主。虽然伫未知的恐惧、被压迫、对未来无确定的中间伫生活，伊也是时时称颂上主，嘴内充满俄罗的话，高举上主的名，因为迄位应允拯救大卫脱离恐惧的上主，也垂听大卫的呼求，救伊脱离一切患难。搁要垂天天使保护敬畏伊的人，救因脱离危险。大卫也亲像伫UQ评论写5,600的评语，讲亲身体验就知上主真好，找伊做避难所的人真有福气。大卫发现，要爱体验上主的美善，搁要享受上主的赐福，唯一的方法就是敬畏上主。大卫军对伊的少年朋友讲：若要过愉快的生活，享受长岁寿、健康快乐，第一要紧的，就是敬畏上主，搁着弃恶从善，追求和平。大卫掠敬畏上主做生活的重心，伫上主面前诚做义人，伫伊遭遇患难、灰心丧志、心灵破碎中间，上主垂听伊的呼求，保全伊的性命，拯救这位忠心的仆人。大卫通讲是用尽一生学习敬畏上主，伊也因为安尼，伫一生中试着主恩的滋味，是偌尔水阁好。要拥有敬畏上主的性命，无任何快速道路，也是捷径通达成。只有踮每一日的生活中，学习时刻敬畏伊，才当伫即中间体会上主的美善，互家己的性命完全投靠踮上主内面。默想，对心内开始敬畏上主，对思想言语开始敬畏上主，然后进步到规个生命整个献互上主。对心内开始敬畏上主，对思想言语开始敬畏上主，然后进步到规个生命整个献互上主。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敬畏你无任何近路捷径，求你帮助我立志敬畏，对心内开始学习，互我的生命重新投靠你，成做有福气的人。奉主耶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